台湾世界展望会在新的一年要到来进前，募集爱心红包，希望会当帮助45000个儿童甲家庭。进前捌接受过帮助的囡仔，即摆伫各领域拢有优秀的表现，有工程师，有舞蹈老师，阁有职业棒球的球星。 团队希望自编舞蹈，希望大家看到当年接受帮助的查某囡仔，即摆已经是自立青年，那活出丰富的人生，嘛开始捐钱帮助别人。从小，蜘蛛人给我的帮助其实，不算很多，但是在我困难的时候，真的都有帮助到我。经过10年，人已经大汉了，有人变成工程师，总算见到资助人。可以抱一下哈，好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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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本来真必须的曾先生会出现，就是希望讲完成囡仔希望。另外，这帮的名称王维忠细汉的是因为爸母离婚，因老母将伊甲因阿兄带大汉。6岁时有助学金的支持，安心上课，专心拍球。因为表现好，去美国甲球队签约，即马回来台湾拍拼，总是有机会邀请资助人看伊拍球。当做我第2个妈妈这样，一直在支持我，然后真的很想。 亲眼看到你，然后跟你说声谢谢。透过家己奋斗的故事，希望鼓励囡仔在逆境中唔通放弃上进的机会。疫情影响特殊家庭增加，几年前募款团爱，希望继续温暖这个家庭。